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注意吼呀，新竹宝山真嘅是有宝嘅一个蔬菜啊。其实人小嘅个当多农产品都是对呀新竹宝山来嘅。不过吼，今日节目当中，除了爱同大家来分享宝山有嘛个橄榄嘛，还个竹笋啊，也着唔单像安尼。今日爱同大家来分享嘅是tomato 哦，上来呀，tomato 有用版嘅好滋味哦。先细细嘅来分享，今日节目里都有请到嘅来宾，先来分享 TV 来宾，就系安尼哦，名嘅同好堂哦，按到面成哥分享。大家好，我是阿成，同欢喜来到呢位。好，欢迎面成哥来到节目当中哦，还个有另外一位来宾，系佢讲嘅本样分享，菲林姐分享。大家好，我是慧玲，东欢喜来到了。好，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呀tomato。不过其实两位都同后生，妹妹一开始都伫个工中，故说想来问一下面成哥，你一开始听讲妹妹工中人，咩去做其他条路嘅人，做嘛该会想到讲，想要来工中呢？本来是伫那个园区工作嘛。哦，所以是完全不同领域的工作，完全冇共用。对。哦。但是，不过佮来做长久啦，做差不多有4、6年。当后生是出社会嘛，所以去园区底部做做差不多伫95年加下，是吃到身体有点怪怪。哦。立马原因是动会痛。心里不知原因的痛啊，然后后来是想讲，不卡有题嘛，是转来想看做种嘛个东西，那他又想啊，种当多各种的作物啊，当多作物，还是想讲种去种，是去台中种，去南部种，按紧种，拄到一只专门种tomato的合作社，是来向他按大家向他做。哇！我说对，延期嘅条路转到乌卡来工中，其实你刚刚讲乌卡有一个题系因为爸爸妈妈头摆没工中，系冇？哦，所以算是很细嘅时间就有看按用工中，咩可能有天数到工中按用嘅工作。我当工中的时间算长久哦，细差不多7、8岁是开始听的，我开始做嗰种的养苗的，做我差不多高中，做高中了后是因为我卡我爸年纪较大嘛，是有的越做越少啦，加上那年环境，大环境嗰种的工作人越来越少，对，所以嗰种的种嗰种的养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都是想讲要转型，要转什么的作物，按做比较有未来啦，如果单纯只是种嗰种的无的，那一定就是面积会越做越小，对，而且我都会踢迄散踢。哦，所以其实对于大面积的中部也得有某按封篇，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故事我们想要来问一下慧玲姐，更是谈到民生狗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转变，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我那时候就想，可能应该是退休，就存一笔退休金存完了，要等到65岁之后再做这个决定，这样子。对啊，然后主要因为他不是农业科系毕业的，那不同的作物技术也不一样。对。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就是资金资源还有通路客户啊，都是很重要的。那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那如果可能有时候季节不对啊，天候因素就完全都没有。对。所以其实你当初也是觉得很担心。对，我觉得应该是退休后才做的。对，但是他就已经毅然决然的要做这件事情。对。那最后其实你从反对到现在，其实没用上研究它经营呀农场，算是就是已经渐渐的有声有色。所以我想要问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样子的转变？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梦想，想要像追随阿嬷这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觉得他真的也很坚持，然后很认真的在做。那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因为我觉得在新竹有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品牌。所以新品级农场今年迈入第4年。对，那牛番茄它算是一个单一作物，那我们也担心说这样风险大，所以才会朝向有小番茄啊、草莓啊，还有鸡蛋方向去走。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讲，你这种东西就这种东西，成立品牌要建立品牌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其实品牌对农产品非常非常重要。对，是不是可以请慧玲姐跟大家分享一下成立品牌前后的差别？对，或者是有没有曾经有顾客是想要找你们的东西，但是其实没有品牌是找不到的？对，因为他之前是出合作社嘛，并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但是很多客户他可能去吃到的话，他很喜欢我们的番茄的滋味。对，后来我们在成立品牌之后，因为我去通路去找，然后并且让客户来到我们的就是农场里面，他很喜欢我们的环境，就是环境还有种植的一个理念，所以他就开始就是慢慢越来越多人就是来跟我们订购。那像有小番茄跟草莓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有预约采果，给消费者进来预约采果。对，就等于说都得有喊卡都研发不一样角度的经营就对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尤其是就是有几个很主要的作物，这样子的方式来港中给发，其实也有很专业的设备。听说闽山狗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跟资金来投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种植的设备。对，因为一开始我们的那个合作社，它是用当时比较适合所谓环境，就是我们在种植的时候，需要它的环境，比较能够让作物跟环境有比较好的结合。就是不止可以抵抗风疫，每做的各种你种植的各种量产量。一般来讲，可能熊当中就会想说，你要种高价的作物，你可能会盖温室，但是糖贡牙的同温室也不太一样，也不是温室。我的活动室的网室，温网室。是。对，就是落水田给做大块来地水，然后各种台风还有热天有冇，是做来块来，比3日头。按用像年，然后一般恁那边环境中的空样，个落水田没做炸灯，个种水，按作物它唔会不偏。它又可以尽量在它吃盐跟反应度红生种按用嘅作物，但是它又可以遮蔽掉一些我们天气上带来的不利。就等于讲同一般饮料嘅温室不太一样，不过加的其实重要的东西反而按到形式，就会希望做得牢。今後嘅作物同大家來分享，尤其比如講今日我同大家來分享嘅牛番茄，大家知牛番茄清主要嘅產季是什麼時候冇？大家想一下，唔講眼咩唔知，來問一下明星哥。像按樣嘅牛番茄，一般來講在市場上最常見的產季是什麼時候？最常見的產地，我看你平地，平地是差不多1月開始，就是進入是春天，3月到5月梅雨季頭前。要到時節係一般的牛番茄的產季。平地嘅。唔過人哋因為呀技術咧冇強用，故所人哋嘅產季糖工做得來到當從哦。我哋為嗰種做產季調節，是為就從11月開始。都隔年的7月，甚至到8月。哇，这样子等于一共一年4季里面，你们其中3季都可以產番茄。对，按從嘅時間，而且對呀，tomato 嘅 Q 感加的也非常非常的要求，對不對？是不是請慧玲姐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覺得你們家嘅 tomato 同配型嘅 tomato 冇 Q 用嘅咪西？因为我们当初他就是想说种出我们小时候記憶的味道，小时候記憶的味道是什麼味道？番茄酸甜很濃郁的味道。对，所以像它全光照，它的香氣味道跟營養價值就會不一樣。
对，然后但是番茄它其实也很怕，也是会怕下雨，所以我们还要用雨棚去照顾它。有，我看它是到哎，那个因为大番茄哎，又冻姜那种不用都太落太软呢，那就吃起来会没有口感。但是亚豆跟大番茄是起来是外面的皮跟一部分的外面的肉没切切的，然后有一点点微酸，因为有的会 tomato 要么就是没有酸味。就是有点失去了番茄它本身的味道，对，而且感觉 Q 感也吃到很适合拿来炒番茄炒蛋，对不对？对。那一般来讲，你建议按用跟牛番茄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像牛番茄它本身比较硬，所以像一般汉堡、三明治都会用那个番茄切片去做，但所以牛番茄基本上都是运用在料理上，比较脆，对，吃起来。那一般我会建议，如果比较常看到就是说番茄炒蛋，那番茄炒蛋的话，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增加风味的话，你可以就是加点葱，还有九层塔或者罗勒，你可以选一种，然后增加它的增加它的风味。那如果你快要煮好的时候，最后你也可以加点起司，那小朋友都会超喜欢的。原来还有按用嘅方法哦。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大嘅 tomato， 还有小颗的細嘅 tomato， 還有凍到嘅農作物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我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新竹寶山種嘅tomato。韓國上一趟有講到因為種嘅技術啦，韓國種嘅環境無共用。今日小嘅來賓就係面成過韓國菲林記，然後嘅tomato產季做的來從到11年一直到天一年嘅可能7年甚至到半年暗藏嘅時間。嘅人家講嘅係太tomato，唔過其實像按用嘅tomato啊，今日嘅節目當中要來同大家來分享相關嘅農業知識啦。比如講今日嘅廣西農民啦，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tomato愛變紅長做的適合，因為印象當中tomato大部分就係紅色嘅，唔過像亞下有越來越多不一樣tomato嘅品種，可能有黃色嘅、橄欖色嘅，甚至橙色嘅。呀，就是上一來問啊，聽說會等到tomato變紅，當做的適合。那是指牛番茄哦，還有烏萁啊。哦，你講嘅烏萁是那個一點紅，一點紅，它是你講嘅黑式番茄，對不對？就是因為係太粒唄，但是看起來會綠綠黑黑的，對不對？哦，那種法拉比保用的。對，法拉比保用的。可是像這種嘅你講嘅這樣子的黑式番茄，你就冇辦法不用到紅張色，還是說它會紅嗎？它會變紅嗎？會，係會變紅。佢咩會變紅？會變到咩會變到幾粒紅紅？不過佢唔會像嗰種牛番茄暗紅。啊。牛番茄是。佢本來是佢品種特性是咁樣。哦，故說細亞 tomato 生來佢，聽說一邊紅色這樣做的什麼是黑講對於這個黑式番茄，佢就唔是按紅就做的色。按唔過黑牛番茄嘅話，牛番茄是一定要變紅，一定要變紅。佢佢強勢的時節做唔得色黑。因為強勢佢底部有嗰種生物鹼，就是生物鹼裡面的一些分類，有些就是龍葵鹼這一部分，其實都對身體會有點較唔好，會較唔好。不過比較是動刀啦，那些鬼太爛了，人家做的因為有印象。那一般來講，只要是變紅了，就是做一些。所以牛番茄變紅的這樣做的是，那種強的色嘅發體咧，就是口感不好了嘛，味道也不好嘛，對不對？最重要的就是佢冇茄紅素。沒有茄紅素。那我就想問，黑式番茄有茄紅素嗎？沒有，就是含量多少而已。哦，原來係咁呢。故說吼，大家有學到吼，呀牛番茄一定佢變紅這樣好色，黑式番茄就唔是變到暗紅，因為這是品種特性的關係，對不對？好，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唔但將愛同大家來分享
大个头马豆以外，还会同大家来分享小个头马豆哦。因为有刚慧玲姐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避免只种单一品种，所以呢，增加了这个很可爱的金蜜小番茄，它叫金蜜。对，金蜜就是黄金小番茄，好可爱哦。就之前人家说减肥小番茄，因为它热量比较低，然后维生素 C 比较高。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酸酸甜甜，很有番茄滋味。我觉得很甜哎，我以为你说减肥番茄，我还想说会不会懂酸啊？不过奶色一来还是很甜呢。对，它的番茄滋味是很够的。对，酸甜酸甜。对，又带着会甜甜的米西。而且我吃番茄应该就会懂讲，就是咬中间会爆汁，我都只这样咬一小口，然后先把里面的那个汁先吸掉，这样子，好好吃哦。所以像那种橙色的，就是金蜜小番茄。对，金蜜小番茄。哦，韩国人的没有猪那个一种，就是玉女小番茄，它皮比较薄，然后甜度也比较更高一点。对。那我们这边会种2种品质，就是客人比较接受、喜欢这2种。对。好好吃哦。对，这个甜度真的就比刚刚那个金蜜番茄的甜度还要甜更多，但是。我知道市面上有分2派，吃小番茄的人分2派，有一部分嘅人好食酸蜜它虫嘅小番茄，对，那一部分嘅人就是喜欢吃很甜的小番茄，对，所以啊，德比的会蛮重人他讲喜欢吃不一样的口味，所以你们种了2种。对，啊，不过像暗用给小番茄，除了吃饺子以外，还可以做其他的料理，对不对？可以，对，像。番茄它营养价值很高，那番茄最重要的就是茄红素。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那它很耐热，所以它必须要透过油脂才会最好吸收茄红素。那所以我们在生吃的时候，就是维生素 C 比较高，维生素都很高。那如果我们料理煮熟加油化，它茄红素吸收比较多。那我现在介绍一下那个梅酿番茄。这个是算是用调味的方式，但是它这个也是用小番茄做的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可以用小颗番茄，也可以用小颗的牛番茄，主要是因为帮助它可以入味。对，那这道料理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只要把它去皮之后，然后另外再煮那个汤汁，就是以盖过番茄的水量就好了，然后加梅汁或者梅酱或者话梅也可以，然后再加适量的糖。那我会建议另外再加一点那个醋，就是醋它可以帮助它提味，就是说苹果醋、水果醋或醋都可以。然后另外如果像清明节期的时候，会有一些新鲜的紫苏叶可以加进去，所以它的那个风味整个就会不一样。好好吃哦！而且搞个外皮呀，其实做这样子的蜜酿番茄都很辛苦，要把外面的那个皮去掉。对，那个好麻烦哦，那个步骤。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小颗的番茄你可以选就是比较大颗一点的，然后牛番茄小颗的也可以，因为细粒黑希望比较好入味。但是你要一定要这样去皮，其实很辛苦。所以你如果是挑小番茄，会偷它太粒的味。它如果是牛番茄，要小颗一点才会入味。对，就是腌制的时间要久一点。对。那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说介绍一些，就是说家庭可以自己亲手动手做，就一起做。对，做得听他做啊，除了按用给这个梅酿番茄之外，小番茄还可以做其他的料理哦，比如说像是前面那一盘呜的昆友，好可怕，那是什么东西？那个芝麻凉拌番茄，芝麻也可以拌番茄。对，因为我们就是我通常很喜欢在番茄里面，因为它可能长辈会觉得比较凉，可以加一点坚果类的。对，所以这一道是一个很养生的料理。黑芝麻它的钙质很丰富，所以这个我大概讲一下它的比例，好像小番茄或牛番茄都可以切一口大小就好了，然后大概150克的番茄量。然后再加上2大匙的黑芝麻粉，熟的黑芝麻粉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酱油膏，对，酱油膏，然后再配一点黑糖，所以它就会
芝麻的香味，然后还有一点咸咸甜甜的味道。哇，对，它就有不同的层次感。哦，也很爱提白糖糕按用给做法，就是用芝麻跟番茄来做结合。然后你刚刚有讲到那个油渍番茄，因为番茄要用油脂才可以把茄红素释放出来嘛，帮助我们吸收。那这个油渍番茄，你们会去嘎走？嘿，我挺嘎走哎。因为这个。主要是那个顾客，他希望我能帮他开发一些加工，这个是一个很西式的料理耶。他想要方便料理，所以那时候刚好因为农科院有辅导，所以我就参加这个计划。所以那个香草油渍番茄干，一般我们在市面上吃都是用干燥的香草。对，因为我们自己也种香草，也有种一些香草，所以就用很多的新鲜香草加入，然后还有用盐和黑胡椒粒去调味，并且然后再加油去浸泡，对，然后这样就做出这个很高级的食材。对，那个番茄，我们一罐看起来好像不多，可是这个番茄它必须要一罐的番茄可能100多克，可是它必须要用1公斤的牛番茄，然后经过那个低温8小时以上去烘。而且泡一早，对，因为它的那个番茄的酸甜滋味才可以在浓缩在里面。哦，原来是这样。可能做按用的，不但像会按辛苦的这种东西，还要想办法去开发它的新的料理方式，对不对？那其实按豆给 tomato， 人家的按用心种出来，全部就会因为这个明星哥你的种植的方法也很特别。毕竟讲它其实是离地种植，因为印象当中我们的植物就是要种在土里呀，不过你给 tomato 没种到哪掉，没种到哪掉度，但是不是在地面上的，对不对？对，因为我哋一开始用这种设施的时阵，是想如何做比较好的病虫害管理。那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让它去接触病虫害。土地。对，那土地是病虫害最多的地方。是。那我们就想，以前在农改场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说，就离地介质。好，离地介质的方式，把它种起来之后，再做一些管理。好，那像我们厂里面的那个架子的高度，有很多种，那其实都是依照我们当时种植的技术去做改进的。那一开始是用袋子，然后后来因为袋子很容易破，那就破了满地都是了，后来就改成篮子。对，那篮子的话，你要买很多的篮子回来，然后加上那个篮子又重，你扛一个篮子大概30-40公斤，对。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改成草根，一槽一槽的。那它的高度其实，是以我的身高，就是我适合缝偏，对我方便正理给狗图，不会影响到我腰的高度。因为其实你做农师的人，懂多人从不有过吼。对，因为太辛苦、太出众。所以还是我们就想说去改善它，让它就算我老了之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故事你看吼，听得出来呀，民生国技发喺当中心思，啲改良嘅种tomato嘅技术咯，还有多嘅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tomato。剛剛有講到吼呀，tomato除咗太tomato嘅好滋味，也細粒嘅tomato有無樣嘅品種，還個無樣嘅味絲。啊，唔過大家就啲講種人其實同辛苦，要克服很多問題，有講設備嘅問題，還個講種嘅問題，蟲害嘅問題。啊，唔過像民生工藝已經用呀這個技術的方式，已經把这个植株稍微離地了，已經可以隔絕掉一些蟲呀，也係講偏害呀的。但是其實一定還是會有蟲害，因為它就是農作物嘛，跟你用板來處理呢。我們就是用輪作的方式，輪作就是用不同科去做不同時間的種植。那番茄是茄科嘛，那個
草莓是蔷薇科，所以然后莴苣是菊科。这样子换科种是它的虫害就会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虫害大部分是相通的，但问题是它的那个土壤的病害会不一样。都得改善就对，可以改善土壤病害。所以你种 tomato 的梯，可能过一层莓就变种草莓，对，然后过一层莓又变种按用莴苣类的东西。通常我都在转换作物，不会一年大概转换个2次而已。好，唔会像用种 tomato 又种草莓又种莴苣，嘿冇办法，嘿时间不允许。对，但是都会让作物轮流在土地上耕种就对了，对，改善亚给奶油，让它的病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作物，是不是？不要交互影响。故事也会顺便有其他的附加产品，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草莓，而且你还得给草莓很大颗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草莓，这是不同的品种，3颗看起来同像，不过还冇同的品种哦。对，那像枫香草莓，它是味道比较香浓，最传统的就是枫香了嘛。枫香对，但是它的大颗的不多，然后很多就是比较小颗，像今年新种的日本品种美姬草莓，它就大致上就会产量就比较多。美姬，来，我们先来草莓教学一下，中间的这个是枫香。对不对？对，这个是枫香，对，然后这个是美姬草莓，哎呀嘿，这个苹果草莓，这是苹果草莓，对。好，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给枫香，就是大家认知的大湖草莓啦，就是最一开始的，就是枫香这个品种。对，比起来跟咪西就很香，很明显，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可能大部分就细细粒呗，然后很容易受伤。对，它的病虫害也比较多。对。这是枫香，然后美姬的特点，刚刚讲日本来的，对，日本品种就美姬草莓，对，然后它看起来颜色没有这么红，对不对？主要是因为最近光照的关系，都会影响到它的那个红润度。闻起来香气好像不太一样，它比较闻起来比较甜一点点。它跟那个枫香比起来，我觉得它是比较有它的清香味道。对。然后接下来是苹果草莓，它吃起来比较 Q 实，它就是它太嗲，它也很大颗，然后它吃起来比较 Q 实，有一种那个果香味，好香哦。对，所以它叫苹果草莓，然后比较结实。黑狗，你会有人说做蛋糕就是可以用苹果草莓，因为它比较坚固，在里面比较不会出水啊、面体啦呀的。所以没有呀3种毛 Q 给草莓。那草莓大家很喜欢吃，但是产季就是一下就够太嘞，所以也做了草莓果酱。对，草莓果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用板粥哎。对。这个手工草莓果酱，其实一开始我本来是介绍客户做，那后来就慢慢变成我自己做给客人订购这样子。那我会用枫香草莓跟苹果草莓哦，那因为它的有不一样的香气跟味道，所以你还就是特别选了就是不同比例的2种品种的草莓 ，Q 哈雷州草莓果酱，对哦，它会让那个果酱的味道有层次感哦。对，那我主要就是草莓跟糖还有柠檬原汁，那柠檬部分我会加入一些那个削那个柠檬皮，然后增加它的香气。增加香气。对，那草莓果酱它基本上它的果胶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看起来会比较稀，是正常的。所以我会加入柠檬的话，也可以增加果胶的释放。哦，原来黑暗呢，好特别哦！我第一次听到还拿用这种某 Q 用给草莓品种来做，因为一般就像说，我们可能是一方面想要保留草莓水果这个滋味，用草莓酱的方式；那另一方面，黑狗有一些比如说长得比较丑的啊，我们不要浪费，也可以做成草莓。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说，还拿用这种某 Q 用给草莓品种，所以你去改有些。吃过不同的品种草莓，那个放的比例、味道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对，就是说让它的香气、味道也不一样。然后我另外还会就是分层次去煮，就是说有些它煮比较糊化，有些有保持它原来的颗粒，最后也就是煮好，然后最后再另外拿出再加入。然后我让那个香气、味道跟口感都有不同层次感。
对，那主要因为我们用很新鲜的草莓，所以它的香气又会更好，它味道就会好。对，哇，而且很难想象，就是一个你年蛋相公要来轮做的产品，但是也把它发展得很好。然后除了草莓以外，还有这样子莴苣类的，也可以用来轮种嘛，对不对？那莴苣可不可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哪按刀种某 Q 用给莴苣？我们种莴苣现在有蛮多种的，有像现场的就有绿橡木莴苣，还有包心莴苣，包心嘛，对，还有那个田螺曼，还有民权莴苣，几乎蛮多莴苣类，我们今年都有在试种。然后莴苣类也可以帮助 N 嘎它供给就是土地，它可以轮种嘛，对不对？它是菊科的。然后笋烘还有芥伦，而芥伦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野鸭头，为什么要叫它野鸭头？就野鸭头，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母鸡，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放山饲养嘛，所以那个鸡只，然后我老公就会形容说，就像野鸭头一样，就是出去了就不回家，就是一定要到天黑才回去。那我们在放山鸡的部分，在饲养过程也是一个循环的农业，就是像一般养鸡就会有臭味，那所以我们在它饲养的环境里面添加益生菌，然后让它的垫料就是不会臭，然后不会有废弃物产生。那鸡吃我们种的菜，然后上面又有虫，有吃得很好，对，然后它的就是它的垫料，它的粪肥，然后我们又可以经过分解之后又可以种菜，它就是一个循环。但是放山鸡跟给了而且那片羊嘛，它不会去到处下蛋吗？我们有做一个产房给它，就是晚上进去的时候，它到隔天它都会生蛋。也蛮暗的，所以其实现在鸡蛋妹边州娘丢跟农虫也是一个蛮主力的商品，就对了。而且其实农虫底部的出退也都因为含周得去参加这个食农教育的活动，是不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食农教育部分，我们之前有比如跟清华大学的艺术中心合作，有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服务学习的机会，也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艺术与农村结合。那我们是由那个林福山老师，就他本身就是一个在雕塑跟拼贴很专业的部分，由他来带领学生，就是做让大家想想看，说在这份土地我们可以做什么？对，而且有一些是有像是艺术创作的感觉。对，就是说，我们就从做中学。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学生进去，就是看我们的种植的作物、环境生态，让他们更认识接近土地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也会拿那个蔬果。可以做烤蔬果跟烤披萨，好棒哦！对，顾总也看到亮傻就懂用心经营呀，留给农场。但是我相信两人听从没经过懂得辛苦的过程，节目存亲密一滴滴的时间，可不可以有发儿童对冯共？我们先请慧玲姐用短短的时间跟这个明星哥说你的心情。我觉得也很感谢那个明星，就是说他照顾蔬果跟鸡。各样的作物，其实他是很用心的，很细心客户，知道说蔬果是怎么样是最好的，所以他也很用心，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值得，就是说可以就是一起努力去前进这样子，就很感谢他真的很认真去坚持下来，好感动。跟明星讲喏，有冇该发一堆你嘅朋友讲？觉得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娶到我老婆。哇，好闪哦！因为一般的女生对做农这块，其实她是会有抗拒的，而且不要看我老婆这样子，她是真的有在做，她是真的有在帮我种植、弄土，甚至于我们常常农场草很多的时候，她也跟着拔草，拔到手都受伤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应该是我老婆跟我一起成立了品牌之后，我们渐渐的看得到方向了。好棒哦！希望兩位今日來到節目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節目，咩喜歡家的嘅農產品。希望兩位謝謝，咩希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
台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